灯泡里面掏出来改放小电池啊，1.5伏特那小电池，然后有小马达，小马达是连在灯泡上面的。现在是那个风扇在转，看不出那个小马达。风扇叶片是直接连在那个光碟机那个小马达，它拖住那个光碟片的那个圆盘，直接连在那个圆盘，又不必什么轴心啊叶片，直接把叶片连在那个光碟机拖住小马达上面，拖住光碟片的那个圆盘。你看那个用刮胡刀做那个支撑架，你看刮胡刀剪掉刀片附近的一部分呢，两边对称连住哦，做支撑地面的支架，你看，然后那个把手的部分再加一个刀片附近的一部分啊，方向调整一下，有角度的连接好，就变成那个直升机的尾巴了，很有创意啊！